穿日，你们有听过吗？啊，那是什么啊？天穿日就是天穿日，这是客家人特有的节日哦。这一天大家都可以休息，天穿日，是周三，不用工作。不用工作？对啊，据说这是为了纪念女娲补天所留下来的习俗哦。这一天是周三，不用工作，是不是很特别呢？特别。这样的话，天穿日也不用上学了。这个就好像没有听说过了耶。啊，哪有这样的？不公平啊！小蜜，天穿日，是周三，其实这也只是一个习俗，大部分的人还是会继续工作啊。啊，这样大家不就浪费了天穿日的好意吗？小蜜，古时候的状况跟现在不一样啦。那你去当以前的人就好了啦。哦，真的吗？我也很想当以前人啊，可是已经来不及了。天穿日，是周三，不用工作。彤彤姐姐，你怎么了？你心情不好吗？我没有啊，我只是在发呆。发呆？因为我在过天穿日，是周三。我好希望每天都是天穿日。这样好吗？我觉得很好啊。天穿日，是周三，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习俗吧？哈库啦啦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张磊亮。